乡亲朋友，福气来了，好好运通来了。玉梅老师哈，懂感恩，懂感恩，有安尼机会呢，同大家分享健康。好，尤其呢，安尼妇女朋友哈，我希望哈，所有的妇女朋友都可以很健康，很有自信。因为健康是有自信哈。故说玉梅老师也按照去做的全部都是对安尼妇女都有帮助的，子宫卵巢啦、胸腺、胸部的给循环代谢哈，对大家有帮助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玉梅老师要搞大家做合泽式。好，菏泽式好，没有很多学匠式，印度哈都印度瑜伽还都印度来哈，都印度哈，给安尼做海哈，做迄脚安尼打开来哈，做脚安尼打开来，脚安尼打开来哈，啊海边都要连海，好都要连海，故说很多学匠式，啊呀个通常呢哈，主要迄来开，人家个属西淋巴哈。安尼打开啊，属西淋巴。故说床垫吼，平常床垫吼，唔免安尼嘛，就安尼，冇就爱安尼，吼，迄唔咧冇练瑜伽嘅人吼，绝对唔会想到讲老人脚安尼打开来，吼，脚安尼打开来呢，最重要嘅吼，所以一条筋头，人家叫属西内侧一条筋头，都安尼12经络来讲，迄脾经、肝经、肾经，尤其迄肾经哈，对安尼呀妇女的问题，好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你做啊搓到呀安尼，你点点搓到呀，你最有帮助的。好，因为平常的脚的位的唔会安尼变，你安尼变的话呢，等于讲按摩到一边的经络。嗰所以啊，玉梅老师教大家做合泽式，数哈来到日脚趾头，安尼3只数来到日脚趾头，吸气，好胸脯挺开来，挺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你身体来出来。好，你数目不用落压咩唔怕，你不用落压安尼咪做得。好，安尼吸气，吐气，啊，你就挺到呀。好，挺到呀，差唔多。透气气，你看玉梅老师的肚子哈，透气气吸气的时候肚子抬起来，吐气的时候肚子收起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嗰时候你挺到压气，你最要多做几多的呼吸，胸挺起来。好，慢慢的，好挺好气哈，慢慢的吐气，身体向前面，身体向前面。好，玉梅老师看了哈，都顺方半日都看。好，向前叶哈，莫安尼。好，你挺胸，脊椎拉直。好，手表那样，挺到呀。我头抬起啊哈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你数过来。好，你听到呀？压按你哈，因为身体的重量，好，本体有压迫的感觉，这个压迫就会一种按摩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你就听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。好，停一下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看起来也只通早吃到懂简单，其实呢，你係講平常冇得做的話，哈，我懂實力。好，那放起來去，還原去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扶定佢，放起來。好，幫到也停一下，調息一下。好，也只通早做好去哈，係一個預備。好，主要係來可以人家調一個經絡。好。各位做好嘢，人哋呀，唔可以有呀只做静坐垫，可以有咩可以唔是？好，下邊我順哈，一下人哋打開來，腳一打開來，你張開始呢，坐好嘢，師傅來起來，師傅來起來，好，你腳打開來，張開始嘢，你看你做得可以按呢，做按呢，好，解釋的，好，解釋的，解釋的，你看有能力，好，看能力，按。來風去了，師傅，好擺一下，然後佢整規個表平來，好表到了，好表到了停到了，一條筋就當橫了。鄉親朋友一天來吃的哈，張開始去哈，冇按開，那慢慢的，也可以，就可以開到按開。你講冇練的話，就唔是來到按開，張開始去了，記得了哈，安尼，張唔會輸上啊，從安尼開始，一系列。好，慢慢的打開來，然後玉梅老師因為要做示範本大家看他清楚，好，安尼打開來，停到了，
挺倒来去呢，人家刺眼叫做来到人的子宫卵巢，侧劈腿哈，不管谁来迄对人的射护线，谁摸的迄对人的子宫卵巢，也个动作迄反地心引力，无做按胎的动作，平常的运动，佮说瑜伽的运动哦，对人的身体的下肢的循环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加上人的吸气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来淋巴哈，来上半身的淋巴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强手。好，挺到了。好，慢慢的挺到了。好，吸气，数侧拉腰。好，挺到了。好，慢慢的吐气哦。右边的时候，还来到右边的肩头。好，不用强手，左边的肩头。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挺到了。好，那停了，停的时间，慢慢的改一下，停一久之后有给它疗效，有给它治疗的效果。好，慢慢吸气，上来。好，吐气，用同样啊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膀。好，慢慢的扩胸，吐气。好，有右片只有左片了哈。好，乡亲朋友有看到玉美老师的脚哦，啊，特别讲哈，迄学生的迄安尼上课，脚迄安尼啊讲，人家脚冇得水毛。脚趾头要来起来，脚趾头要来起来，好，气血要规个来存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扩胸，好，分片的哦，不用强松，左片，好，放松，不用强松，再放松，不用强松，都不用强松，好，人家身体来到一边去，看玉美老师的图示，做右片的发黑，做右片的子宫卵巢，左片的发黑，左片的子宫卵巢，你就会发现到哦，那你会越来越清楚。越来越清楚，那个身体的个安尼气脉样的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气进来一片，你看一片，好，人家胸腺没做到的，人家腋下淋巴没做到的。玉美老师特别就同大家分享讲，做瑜伽啊，享受安尼感觉，享受啊，好，慢慢的吐气啊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。好，玉美老师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哈，不能用看较清楚的看到，好，用看较清楚的动作看到，好，按你来开的时候，看玉美老师的脚往下，好，脚往下来，好，够也往上，你嘛，来脚按你往下压的时候哈，来到人的肩头的6条经络，阳面的经络，各位阴面的经络6条，你可以来到人的6条的经络，勾脚跟。好，绷脚尖，像安尼通操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安尼有大腿下边有胃经、胆经、膀胱经，好，肝经、脾经、肾经，好，那你就是做到诶，好，做好些呢，脚松用以后，安尼身体同样用身体的重量过去压迫到它，按摩到它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过向前，好，慢慢的吐气向前。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你那磨练平常喺磨练的话，你平常喺磨练习，你就一滴嘞，好，像玉美老师平常有练，好，我可以做啊，可以做到安尼，好，迄讲接练啊，你就可以享受人身体，啊，特别讲啊。这样开始的话，躺身体的，身体一样的，你躺身体的，到年纪大，你有练功啊，身体会躺下来。好，好呀，玉美老师哦，个重新来过啊哈，重新讲啊哈，这样开始，因为一个动作当重要，好，松松啊，记得了哈，数转去，拍，好，安尼松啊。哦，唔好一下子数转来，安尼会舒爽啊哈。好，张开始加时间脚去打蛮快，一吸的之后，好，慢慢的一吸的，好一吸的，一年的进步，好，慢慢的你可以开到哪就开到哪，好，一年的进步去，你吸气打开来，好，吐气，身体向右偏。你向右边的时候，人家重心会到右边，你会按摩到人家右边的子宫卵巢，个人个经络，好，人个树打开来，树打开来，你都发现讲，玉美老师的腋下淋巴、脊椎全部来到，其实身体是全身性的，好，慢慢的数，吸气，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手。
松到了，张松。好，然后你会发现讲，我个身体的规个筋头拢来到诶。好，听到要享受，吸气，吐气，享受它，按摩它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上来。好，不用强松，吐气。好，改到啊，吸气。好，上来。好，慢慢上来。好，你会发现俺手的线条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过来下来，过来。好，慢慢的，好侧拉。你会发现呀，腋下淋巴、胸腺啊，跟子宫卵巢全部做按摩到诶。好，慢慢的呼气放松。好，慢慢的吸气上来。好，不要强松，吐气。好，松松啊。好，也在动作做安尼哈，啊做落去啊记得咯，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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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，松松松松松，好松松松松啊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下一个动作要动创业哇哈，又动简单，好，按照猫式哈。平常都有卡呢，你迄讲有卡有胸美位哈，你自己看人美位，平常人美位姿势很用的哈。好，然后按猫式呢，你看哈，身体呈90度，脚趾头高压呢，大腿髋关节成一直线，竖掌，勾肩膀成一直线，勾竖成一直线哈。你看，按猫式迄呀骨盘的呀咩哈，勾按那个身体的个脊椎哈。猫式的时候，你看哈，吐气的时候从呀屁股师傅呀吐，它没有按来拱起了。好，也还对按那骨盘，你看，迄讲。讲声也讲唔出来啊，迄骨盘前倾啊，迄声音呢胎位不正哈。医生只会很高级讲，你做猫式，哈，你是做安尼伸展，好，也看玉美老师哈，脚趾头、脚尖颠，哈，吐气的时候同样，拱，放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头拿，好，吸气，好，脚放好，不要下来，身体还前一点喂，来放起来。好，看档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你看到哈，按你是可以调整牙的骨盘。好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吸气。好，你假使在做缩气的啊，你可以做变化，脚并起来，吸气，吐气。弯片吸气，也还有练瑜伽的人哈，你有练瑜伽的人，你练缩气的哈，你是可以做变化式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吸气。好，乡亲朋友。模式的当然，你看有冇看喵咪啊？你脚咩位脚脚位啊哈？你看有冇看喵咪？你看人样的做运动，其实按呢瑜伽动作拢去向动物啊，向大自然学习。好，乡亲朋友，记得咯，当你做一期的，好，带给你健康，带给你平安。好，玉米老师祝福大家，安之生。